咁多位朋友，咁多位居民候選人，大家好。我係民建聯劉國斌。今年呢，我同陳一勤拍檔參加立法會選舉。我自己本身係北區區議員，咁我亦都係一位北區嘅居民。其實我細個咧喺荔枝角住緊一啲嘅唐樓嘅套房，因為新市鎮嘅發展呢，所以得以有機會呢搬咗入長華村，咁一住呢，就住咗20幾年。咁的而且確新市鎮嘅發展係對我哋呢一啲等候上樓嘅居民呢係一啲嘅幫助。咁但係作為一位北區嘅居民呢，我對北區嘅發展係非常之關注，對北區係好有感情，就好似馬屎埔、天平山村、古洞等等嘅地方，我自己係經常去聯繫，去聽大家意見。而每一次嘅諮詢會呢，其實我都係落到去表達意見啦，聽市民嘅意見，就好似對上大約2個星期，古洞喺愛華學校呢，就有一場新界東北發展嘅諮詢會，咁在座都係我有去出席到，去表達咗啲意見。今日個標題係新界東北為誰發展，其實喺我咁多次，無論喺區議會又好，或者一啲諮詢會都好，我都係好明確表示，一定係要為當區嘅居民，為北區嘅居民、馬屎埔嘅朋友去發展，呢一種嘅發展先有意義嘅。如果一個地區要發展，我哋當區嘅市民係冇得益，生活水平係冇提升到嘅，咁呢啲發展嚟做咩？我係一定唔會支持嘅。咁所以我同政府所講，我哋要發展嘅時候，一定要同居民有共識，亦都係要照顧到居民嘅利益。我自己除咗係關心規劃之外，過往同黃根議員一直係關心農民、關心農業嘅發展。時間唔多，我希望一陣呢係可以有更多嘅時間聽取市民嘅意見，同大家交流。多謝。多謝